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菲律宾检出新型武汉肺炎变种病毒 P.3 国较高团，已经有98个人染病，今日开始发热疫苗效果。有一位17岁少年家竟然假做因老爸写批去恐吓捷运公司，讲要甲新店的大边哪站放掉。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南非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伊证到第4届的家己采检了后才验出阳性的。另外，伫咧菲律宾今日验出新型的变种病毒，或者 P.3。目前菲律宾染到 P.3 病毒的人已经有98个人，敢会影响到疫苗的效果呢？外界也真烦恼。国内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986例是南非籍12多岁女性，检疫期满前3采阴，后续因为工作需要自费采检才确诊，是不是南非变种病毒？指挥中心表示，因为CT值真悬，定数较困难。那CT值是34次日再验CT值是37，那血清抗体是 IgM 阴性、IgG 阳性那个案入境期间没有症状，那已经掌握确诊1人，列居家隔离另外，菲律宾国验出新型变种病毒 P.3， 到目前菲律宾境内出现98例 P.3 变种病毒案例，是不是影响疫苗效力，引起烦恼？应该是日本这边好像有验到菲律宾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变种病毒那看起来是跟巴西是不是巴西猪内猪好像有一点关系那这个部分目前国内是没有验到了。那如果有验到，我们当然会针对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一批运到台湾的11.7万剂的 AZ 疫苗什么时阵做？郑建祥指出，按算17完成检验，各大标签到分送，做时间由指挥官但是中说明。不过欧洲传出真济个自 AZ 疫苗了后出现火脚事件，有部分国家都停住。外界关心台湾是不是对咧做？伊认为英法、加拿大、英国拢咧继续做，会继续观察调查结果。我们当然还是会持续的在观察这个欧洲药品管理局他们最后所做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有关这个我们调查的意愿只是作为一个参考，那最后要不要打还是医护人员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并没有压着他去打了。伊提出统计数字显示 ，AZ 疫苗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比例无算悬。另外，台湾向 COVID 买的476万剂疫苗，未到台湾，已经是拄到一寡问题，也在解决当中。只要确定运送时间甲数量，会马上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捷运最近是小连续收到恐吓的批信，进前讲是要伫咧固定站大开杀戒，昨又有批信寄来恐吓讲新店的大边哪站会发生大爆炸。警方也根据着网络 IP， 今仔日也掠到恐吓批信的主嫌警方甲派人着伫这运站内底来回巡逻，因为捌一个接到恐吓批，一个姓詹的查甫人寄电子邮件，有个伫新店大白哪站要发生爆炸。警方经过网络 IP 对查发现，恐吓批是姓詹的查甫人的后生发的，因为甲老爸冤家不满，故意以老爸名义寄恐吓批。儿子因为不满父亲的教诲那用父亲的信箱发出恐吓信件那本局将犯嫌超过大万后以恐吓安全罪来函送侦办。高庭参加大白哪站前后接到恐吓批，这份安全也阁引起大家关心。确实伫车厢内底拄到状况，引起对讲机求助，不过传出民众发现，好亲像有通报系统失灵的状况。喂，有听到声音吗？喂。迄班有民众坐板南线经过龙山市站的时阵，一个附近的护人人熊熊大哭，搁跪伫涂骹，民众烦恼影响安全，马上一直试对讲机，新闻拢无回应。古亭站就已经有台中的一个民众然后呢，就是说要谣言要来我们的古亭站来做一项屠杀的动作。那其实那我们北捷就应该更有警觉心平常就应该要注重我们这样的基本的措施。确实这个背景是有一些噪音。那司局员那边确实是没有办法知道旅客有一些讲话的这个那但是还是我们依照 SOP， 就是通知给行控中心还是第一时间通知给站长那站长第一时间能够到月台处理。不只回应，迄一天人侪受背景噪音影响，才无法度了解实际状况。不过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通报行控中心，也无排除设备有寡无正常，会专门针对定数甲设备个中心检视。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宜兰的检警，因有掠到一个专门咧骗中国人的诈骗集团，而且这个诈骗集团甲宜兰地区的民宿业者洗2栋楼仔厝，正做是诈骗集团的基房。嫌犯拢总31个人，因一礼拜内上无甲22个中国人骗到手，大约有700多万。目前专案也正咧调查当中。霹雳小组将这栋30楼的民宿大门砸开，入去内底掠人。这是宜兰东山乡的包栋的民宿，警方接到民众检举，讲有帮派藏伫内面做诈骗基房。宜兰检警出动上100名警力，分别伫宜兰东山乡甲广吉乡2间民邸掠人。这个集团是以姓王的大部人带头，总共掠到31名嫌犯。以民宿的方式隐藏的诈骗机房来榨取财物来牟利。那我们获报以后，我们立即报请台湾宜兰检察署爱股来做一个指挥侦办。那警方攻坚的时候，大概是在他的客厅还有房间来查缉这一些人。警方伫2个所在总共查到3台免税车、95支手机啊、大包证、乌梅卡。这个诈骗集团主要是骗对方的中国人，假做电信人员，骗民众讲因会口座互人盗行，叫受害者提供口座监管并且汇款。伫一礼拜内骗到新台票700万，因为22位受害者拢伫中国，总金额也怪调查。他的手法是组织成员利用的手机，还有 iPad， 透过跳板的方式，以假检警的方式，来1周内就诈骗的钱财大概有700多万。目前专案依照诈欺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方认为有串证之余，宜兰地院裁定31个嫌犯全部收下。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欠水的问题。昨下晡水利署伫詹本水库进行人工催雨，希望趁机会会当落寡雨。另外，欠水的问题也影响到科技产业，因也赶紧找载水车来运送水源。不过，一件好消息就是北部的翡翠水库目前的水量有到8成满。双方两位市长也表示讲，会当配合中央来调度水资源。礼拜六下晡，趁有短暂阵雨出现的机会，水利署伫詹本水库帮前河验水，希望掌握这波落雨分析，为集水区带来一寡落雨。各科技产业用水，阁是直接受到冲击。除了自助省水措施开始抢水车，以便水情恶化，找无车载水。有厂商表示，每年欠水期拢是一大挑战，找水加做各科技业者的比比机灵。甲中南部水库调水量要探底无同，北部翡翠水库却依然有87.7%的调水量，这互台北市长郭文泰真骄傲。佮伫个面册发文，写执政者不应该只做客教，无要做乌鸦。我们台北市是运气的，因为我每次想到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因为历代的市长跟我们的那个公务人员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首都生活圈是没有缺水的问题的。至于南部的话，那个就恐怕要从长计议了，因为这个盖水库也不是1天2天的事。台北市也开始扩大资源用水，逐工送91万吨水到新北、基隆、桃园这县市，方便石门水库把水南送到新竹、苗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指出，对水资源调度会甲中央密切配合。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会强度难关。我相信每一个县市都要发挥互相支援。统合调节，跟中央一起努力解决缺水问题。像新北市，我们的板新水厂每天就20万吨来支援桃园，桃园再支援新竹。侯友宜提醒大家，爱将省水放第一。虽然北部即马欠水问题无大，不过一定爱支援各地，爱省水全台斗阵面对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美朗吉阳含吉河顶4个里，要到有1000户的民众住伫遐。平常时因拢是使用地下水，不过却因为最近欠水，水井也调无水，民众是真无方便。市政府甲自来水公司表示讲，会伫美朗开新的水井，予这个民众来使用。另外，欠水的问题伫高屏县也看现现，溪水的流量出现有史以来上界细降的流量。民众用灌溉水水城区要变数走去金江园，高雄美朗的吉祥吉河顶4个里，受到旗山深水井大量抽地下水的影响，过几落天无落雨，当地供水的地下水井拢打去，只好灌水过日子。
市府甲一个水公司13家里面协商，决定要乌深圳互里面用。每天差不多要在1吨的水，这样跑来跑去，差不多快要1个小时。现在井都被抽走了，被福安那边那个水抽到我们这边就没有水了。我们这边集合里有5、6户要送水的，这个很需要、很急的，是希望你们帮我们弄水给他们。高雄欠水的情形也影响到高屏区，全流量自月初的8.3 cms 降到14个头，只敢若剩5.8 cms， 是22年来的新低。盐湖南水局讲，高雄的供水算稳定。高屏堰它那边一天现在取水大概将近60多万吨，目前高屏溪沿岸大概有7座伏流水，所以它的那个量可以达到大概每天70万吨。高雄区查水坝甲湖漏水目前供水无问题，高屏区查水坝的水3月初开始停止供应给台南，一直到高雄落雨为止。市府用各种方法稳定供水。东港溪然后这个引流到我们的凤山水库，那另外也增加我们再生水厂的出水量，那以及增加我们原来超前部署的这些伏流水的供水量。高雄目前的水情是减压供水的黄顶，但期卖希望黄顶会当挡较久咧，万一若局部落雨，可水期才当有较好的应用。盐谷也希望民众大家做伙省水，渡过这边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海草岛的公道连数，到目前为止已经要到70万份的连数数啊，也拢全部送到台北洪野总会去保管，10倍会交到中选会去。不过，正说发生讲公道连数带头者潘中正的 Facebook， 所以去互系统列做是限制口罩，就有网友质疑讲是有人故意去改检举。由警车护送，装修放起来海草岛公道连数数，要送去台北洪野总会保管。一直到目前，镇内海草岛公道摕到将近70万民众的连署书，工作人员会继续完成，所落来复印做这归档的工作，按算后礼拜是10送中选会。环保团体讲，粉红风暴毋但是摕到史上连署成员，也将会是史上第一个以保护生态环境做诉求成案的公道。政府呢，好像有意要把这一个也导向，就是说，好像我们呢。如果要把藻礁保护下来，我们就可能会造成呢，永和的人呢的得利。我倒是觉得政府的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不当的。盐湖伫这个时间点，公道连署的带头人潘中正 EFB 互人列做以限制效果，30天内袂当直播看广告。网友质疑是有心人事恶意检举，讲镇内海草岛的色彩就是粉红色，除了代表海草岛的色，也代表心的色。希望8月28公道日有更加侪人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国的哈尔滨有一间新开幕的酒店，讲是会当甲北极熊带做伙，就安尼要来请人客，所以引起动保团体批评。虽然有争议，不过一暗上少爱1900块人民币的房间，伫咧试营运期间，却是全部卖甲空空。伫2005年成立的哈尔滨极地公园，是全世界第一座有北极熊表演的主题乐园。由俄罗斯甲日本的设计师最近设计北极熊酒店，12开始试营运。21间会当24点钟久看到北极熊的房间，单一暗爱人民币1888到2888，全部拢被订了了。这是全世界第一间讲会当甲北极熊住的酒店。内面总有33块强化玻璃，住伫内面的人客，无论是食、耍也是困，拢有北极熊陪伫咧边。2只北极熊关伫咧室内正为封闭空间，面对着人造冰甲2个正细水池箱。相片伫个人媒体刊出了，引起外界正大的批评。动物保护团体 PETA 资深的成员杰森贝克13伫路透社访谈中讲，北极熊逐工伫野外活动的时间上最18点钟，活动范围是几落千英里。北极熊是属于北极的，毋是动物园或者是水族馆的玻璃箱，当然也毋是酒店。这次哈尔滨极地公园发言人强调，外界所看到的只是北极熊酒店全部设施的一部分。伫咧温度甲空气品质适合的时阵，因也去户外区活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真侪家长老因带囡仔去到台中市东方公园内面佚佗，内面有一座草坡山轮型的厝厝仔，有囡仔说是去耍一个受伤。家长向市政府反映了后，才知影讲人工的草坡仔只是景观，袂当去爬。虽然市政府有赶紧打告示出来，不过民众却也一直抗拒。
囡仔伫厝里拢爬来爬去是真欢喜，啊毋过伫现场铺的健康草布其实袂当爬，想要到厝里拢顶悬，甘能行楼梯，啊毋过带囡仔来佚佗的家长，好亲像拢唔知影。你这种开放式的空间，那你的幅度又做那么大，那楼梯又做比较小，所以大家会乍看之下会觉得说这个是攀岩的一个概念这样子。这真古水的厝流拢伫台中市东风公园内底，2019年底启用到即马，已经有真侪囡仔伫遮跋倒，原因就出伫青色边坎的设计。如果贴公告，一般小朋友一过来或家长，他可能只是一窝蜂的就上去，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些告示牌。台中市府事后紧急打公告，说明边坎只是造型袂当爬，啊毋过民众认为告示牌伤过细，阁无明显，市府也无宣导，责任不应该完全伫家长身上。市府表示会讨论如何改善，提升安全性。那我们这边会研议说，看是不是用其他设计的方式，让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去从那个山上面爬上去这样子。民众表示，虽然父母应该尽到顾伫家注意囡仔安全的责任，啊，毋过相关单位也有责任对设施做个更较完善的安全防护甲告示，这样互囡仔更较安心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第13届草草戏剧节拜六伫嘉义滨乡表演艺术中心开幕，昨夜传出讲在线剧团的团长黄明安宣布迎来过往的消息。今仔日文化部处长肖宗宏特别去解致意，嘛讲到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修法，已经甲艺文工作者的职业安全保险、甲劳动权益相关的条文列入去，希望立法院会当伫咧这个会期来顺利通过。家长带囡仔伫草埔仔野餐。边仔随时拢有各种无共的表演。第13届草草戏剧节3月13正式开幕，将近500场的演出、工作坊甲讲座，希望民众有丰富的艺术体验。除了那个歌舞剧、舞台剧，很多的，像我刚刚问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人的名义来参加，那也有学校，还有一些艺文新兴起来的这个展演团体，我觉得不错，我来支持他们一下。因为之前有来过，然后那个状态，之前在那边都会可能还有一些意见什么，那今年就比较不一样。前面有那个装置艺术，然后视觉上也蛮吸睛，就是我看到我会想来参加。阮剧团表示，今年的主题合作转转也是细细拢会使，就是希望国家社会会当转运，嘛希望民众有闲会当来遮细细。这月伫嘉义县演艺厅甲嘉义市文创园区相并做伙举办，阁有安排在地故事的各地戏剧场。咱今年不管是民雄还是嘉义市阮拢有一个议题式剧场，这算是讲咱在地阮剧团咱在地的编导伊有去做访问啊、田野调查了，来推设出来一个介绍嘉义，但是你阁介趣味一个活动。戏剧节昨开幕，传出在线剧团团长黄明安伫演出烂工，因为心脏方面的镜头不幸过身的消息。今仔日主办单位伫表演艺术中心设置纪念墙，文化部处长肖宗宏到场时，除了表达唔甘，嘛讲为着保障文化艺术工作者，立法院审议的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修正草案，已经纳入艺文工作者职业安全保险甲劳动权益的条文，希望会当伫这个会期通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咱台湾各地头，依然有不少2000过后落来的军事基地，亲像伫屏东邦寮的石头营、台中西屯的炮垒等等。伫去年，就外国人就发现伫网络顶头创一个 YouTube 频道，希望甲台湾的重要性小解互全世界知。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one of the KMT bunkers on top of this mountain here. You see this bunker here? David 当伫咧小解二次世界大战含战后国军所起的圆条仔形的基层炮垒。This one's quite rusty, so be careful with this one. Yeah. 像安尼的炮垒，伫咧台中市都会公园附近也有几搭。Colin、David 和 Michael 当伫咧拍纪录片，就望即寡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历史建筑的影像，会当永远互留落来。Well, there's a misconception that history is boring, especially amongst young people, and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the way it's presented, the way it's taught. So we present it in a way that history is very exciting. It's an adventure. There are no scheduled passenger services to the island. We've come a long way. We are in Ghost Island.
太平洋西苏这个无人岛，翕到屏东邦寮石头营，要去宏改建做太阳能电厂的基地。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t's going to be dug out and replaced by a solar panel farm. It's not ideal, really. 因关心环境、文化和地理。 Taiwan's such an unknown country, but it's pivotal in world affairs. Throughout history, it's been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West and China. I get lots of messages to say, I didn't know this existed within Taiwan before. Thank you for showing us and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o. So it feels quite humbling to get this. 只要收到观众的老话，这个外国的创作者拢感觉真安慰，因为代表有人含因同齐伫咧认捌台湾的历史。伫咧台湾10外冬，因拢讲台湾那像是因新的故乡，未来要继续探索，用冒险的精神，将因心目中的台湾小解予全世界。记者阿敏真、曾海文台中报道。 伫咧关雾国家新民游乐园内面，有一丛80多年的樱花树，大家拢甲伊号做雾社樱王。今年受到寒流影响，花期是比樱过慢1礼拜才来开花。咱也赶紧来看这丛美丽樱花树。这丛80外冬的樱花树，悬14公尺，因为这么大丛的樱花树，真罕看会到。外号雾社樱王，但伊拢会吸真侪民众上山翕相。 无论平常时还是假日，拢是人满是山。这边的樱花是很特别的，像阳明山或是其他地方樱花都是粉红色的，或是什么八重樱啊，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开心，而且山上空气清新，非常舒服。当全部开花的时候，老远就好像整个雪盖在上面，所以非常漂亮。 雾社樱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上早是伫雾社互人发现，所以以雾社号名，因为花叶是白色的，落落来的时阵，那亲像落雪同款。是台湾原生种，它的花是小白花啊。假如快要满开的时候，它的叶子也会出来，所以说也有白色，也有稍微绿绿的，非常美。目前雾社樱王花蕊刚开，花期差不多搁剩1礼拜左右。 民众想要来看，就要把时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观众朋友，咱做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对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各地头的温度会变较温暖，中南部会到30度。这款温暖的好天气会一直延续到拜五。不过西半部甲外岛地区容易大风，骑车、赛车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 对13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